就大起就着，就叫支付万岁。吼，咱搁有咧，咱车是毋是讲咱拄仔讲诶，有轿车对无？轿车要送去迄个叫做一下。交啦，就是巴黎双手遐，要去遐做展示。但是咧轿车咧即摆拢有车咧拖，咧载时阵咧，迄轿车叫搭过来。台湾省。搭过来讲，先从这讲咱这轿车。所以咱遮有没有伊个拜个就拜这辆轿车，有就刚咧他们然后。两件葫芦丝，柳营这个。回乡，咱公爷是三府内底个花道大政府，个迄个南昆金，个一个太古地王府，这三间庙，伊就是公爷开始对麻豆遮。但是麻豆因为咱头前条迄个山体改造，所以把伊个庙甲冲一个歹去伊个神就流落到外，内省是到开古地王府遐，地王府有啥物姓氏个？咱迄个王爷五府千岁是李府做大千岁嘛为啥物地王府伊会叫地王做大咧？因为地王是向请起来的土地，所以地王做老大，所以其实迄个然后咱昆金遐因为迄阵仔的人的生活拢无介好嘛，要拜，遐就讲300外年前食饭都有问题，然后可能要拜嘛。参香台湾你阵仔参香都无，足少有人的，阵仔到尾无人会晓做香，拢爱直接进口的，所以。因遐无法度去办，所以佮人放毛去到咱昆金遐做起来做登记。所以咱昆金遐，咱的五府千岁交囡仔囡仔讲，是毋是要坐即个政府即个地理？所以咱有讲五府千岁大祭囡仔讲，五府千岁。伊个脚脚仔有去互囡仔讲一个，所以咱人本身的王爷五府千岁诶，脚脚仔拢有一个，看那布都保卫起来，就是记载遮的迄个，这就是王爷信仰。这个三元宫呢，红祖庙三元宫，因爸母总呢，因是拜祖灵嘛，这间庙嘛是爸母总的公厝公界。来改变的，因叫三元真君，台湾省只有这间庙有这个神，无亲无戚啊，无这个就对啦，只有这一家，没有第二家了，对啦。这个神，这个神就是爸母祖的神就对啦，因叫做红祖，因爸母祖因的神呢有阿日祖，有阿日母。太祖母姊妹，啥物话，太祖，啥物话，因嘛叫红祖，因迄就是讲因的祖先，因的祖灵就对啦，只是因的神，因的各个社因拜的神是无同，其实拢是因的祖灵，拢是因的，因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来，我们到外面了。一个汪，那国语怎么念呢？谢谢。国语也是念作汪这个国语念作台语也要讲一些，台语也是